我哋而家已經嚟到武漢啦，今次呢，我就跟專業旅運嗱，唔係廣告嚟㗎，係自費㗎。跟專業旅運呢，參加咗7日嘅長江三峽團啦，咁其中有4日呢，我哋會喺隻船嗰度度過嘅。聽日就會上船啦，搭咗4個鐘頭嘅高鐵嚟到武漢站。今次呢，我哋參加呢一個長江三峽旅行團呢，總共有7日啦，每位成人嘅收費為11399。坊間好多旅行社都有做呢一個長江三峽嘅旅行團，而專業旅運嘅呢一個團就係乘坐長江3號。長江3號咧喺2022年嘅時候先至首次下水嘅啫。長江三峽其實係有好多架郵輪嘅，咁作為長江三峽內河郵輪等級裏面比較高嘅一隻郵輪，佢嘅配置係點樣嘅呢？呢個團嘅團餐同行程又安排得點樣呢？記住唔好錯過今集嘅內容啊！我都會15、10咁樣話俾大家聽噶。第一日出發，我哋就搭咗高鐵去到武漢，一落到車仲有個歡迎儀式。去到武漢第一站，我哋就嚟到呢個東湖綠道。東湖綠道呢，其實係國內首條城區內5A 級嘅旅遊景區嘅綠道。咁我哋就會搭咗電瓶車啦，然之後一路欣賞入邊嘅湖光山色。東湖呢，係全中國數一數二其中一個咧最大嘅湖啦，佢係比西湖大6倍。總共有33平方公里㗎，呢個係中國一個好出名嘅城中湖啊！嗱，我哋而家就好夜啦，已經咧天黑咗啦。大家團友咧對呢個黑夜中嘅東湖咧，其實都唔係太大感到興趣啦，因為始終第一日啦，我哋已經 travel 咗好幾個鐘，由香港嚟到武漢，天氣又凍啦。咁我哋之後咧就去食飯啦。今日嘅晚宴咧就係專業旅運安排嘅一個歡迎嘅晚宴啦。我哋今次呢一個行程咧，其實同時間係有4團嘅團友一齊出發嘅，所以今晚呢一個晚餐咧都好大陣仗噶，又有 show 睇，仲有抽獎添。呢個係有得睇 show 嘅食飯，呢度好有 feel 啊！睇下個環境幾靚。好，非常榮幸能夠跟大家在這裡見面。我係今晚嘅主持人。呢一餐唔係8餸1湯啊，呢一餐係11餸1湯，白飯任裝。呢一餐飯非常之豐富，我哋嗰圍台淨得9個團友，所以咧都食剩咗好多餸菜啊！我哋今晚第一日喺武漢住嘅第一間酒店就係華美達咩中心廣場酒店。呢間酒店喺 Ctrip 嗰度話係5星級。我哋一於睇下今日嘅酒店係點樣嘅，嗱，得好光猛啦，好新淨嘅廁所咯，跟住 shower 係暗咗啲咯，小暗，呢度好好多咯，我覺得佢係咪翻裝過，跟住佢淨係翻裝咗個出邊咯。第二日我哋一早就出發去仙桃嘅夢裏水鄉，呢一個係呢一團裏面其中一個好主要嘅行程，佢就包咗我哋搭佢呢架畫舫船去欣賞佢呢啲洪水杉。咁啱啱入冬嘅時候，呢度嘅水杉呢係最靚，紅紅黃黃咁樣。我哋而家咧就會搭呢一架船，20分鐘嘅船啦，環繞呢一個水鄉一個圈。咁其實呢一個水鄉咧都幾詩情畫意嘅，好似呢個公園咧都係比較靜嘅。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啦，所以本身咧話搭呢啲船嘅時候，每一班船係要等30分鐘。不過後尾佢哋咧就經過一輪嘅溝通之後咧，終於就安排咗出多幾隻船去接載我哋過百位嘅團友啦。落船之後，我哋呢一團仲俾佢哋安排咗去參加一個好特別嘅婚禮啊！講笑咋，其實呢個水上婚禮呢係一個 show 嚟嘅。一落到船呢，就上演緊佢哋嘅第一幕啦。第一幕呢，佢哋就會講述下當其時漁民嘅生活場景啦。而第二幕就展示咗新娘出嫁嘅一啲民族風情。最尾一幕呢，就係舉行咗水上婚禮呢個儀式。其實呢個水鄉的而且確係真係幾靚嘅，兩旁嘅一啲水杉樹啦，加埋個倒影，係真係好似一幅畫咁靚。
我哋呢一日就食湖北仙桃市呢一度最特色嘅綿羊菜，去體驗一下當地嘅飲食文化。喺仙桃裏面呢，樣樣嘢都可以係蒸嘅喎。綿羊三蒸呢，就代表蒸魚啦、蒸肉同埋蒸蔬菜。呢一餐除咗有蒸菜之外，仲有其他嘢食，又係非常豐富。仲有表演睇，佢哋 cosplay 晒咁樣跳舞，真係非常的給力啊！睇完表演食飽飯，我哋就出發去上船啦。今次我哋會係喺子規港嗰度登船，去開啟我哋三峽旅程嘅第一站。子規港係位於三峽大壩上游，大概1公里出邊，係三峽副區最大嘅客運港同母港。其實呢一個子規縣城呢，就係戰國詩人屈原嘅故鄉。大家小心腳下哈，我們這邊有門檻，慢一點。小心腳下，慢一點。一上到船就可以食佢哋嘅自助晚餐，跟住我哋就返房 check in 啦。而家又係 room tour 嘅時候，我帶大家去睇下豪華陽台標準間嘅房間係點樣先。佢係位於5樓 ，please come in。就有2張嘅單人床啦，呢個係標準間嚟。呢2張係真係好 standard 嘅單人床。聽朝因為而家已經夜咗啦，咁聽朝我就帶大家去睇下出邊嘅靚景咯。雖然呢一間房已經係豪華標準間裏面最高層嘅房型，廁所都係屬於正常偏細嘅。咁喺片頭都講過，其實長江3號係新一代嘅內河郵輪，咁佢呢嘅設計建造呢都係屬於比較高嘅配置嘅。長江3號呢擁有10款唔同嘅房型啦，有250間嘅豪華客房。作為一個內河嘅郵輪呢，其實呢都叫做係幾多設施嘅。咁佢有戲院啦。咁有 SPA 啦，有一啲娛樂中心啦，有 gym room 啦，有唱 K 啦，有兒童樂園啦。雖然兒童樂園呢係比較細嘅。有一個室外嘅 mini 嘅泳池啦，仲有一條 shopping street。我哋聽埋個郵輪安全說明會。除此之外，沒有任何的差別，唯一提供的項目。跟住就返房休息啦。其實呢個安全說明會佢就會大概講下嚟緊呢幾日嘅行程啦，同埋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項。嚟到第3日啦，今日我哋晨咁早就會出發，就會上岸遊覽。跟住呢幾日嘅行程呢，其實都係由郵輪公司安排嘅。每一次嘅上岸呢，都一定要攞呢一張登船卡啦。返嚟嘅時候就要交呢一張登船卡先可以上船㗎。雖然我哋琴日就已經上咗船啦，但係其實琴日隻船一路都係停咗喺宜昌嘅子規港碼頭嗰度，因為呢今晚先至會開船。之後我哋就會登上由船公司安排嘅 coach 啦，就會去我哋嘅景點啦。而家我哋就喺三峽節流紀念公園，第一次嘅節流呢，就喺1997年。1997年嘅時候呢，嗰個節流呢，就係掉咗大量嘅石頭啦落去
個河嗰度截住咗長江嘅水流。1997年係第一次，第二次係喺2002年嘅時候，就有另外一次大型嘅截流啦。喺我身後面呢啲巨大嘅機器呢，其實佢就係當年鎖住長江嘅功臣啊！呢啲退役咗嘅黃色巨人呢，其實喺20年前一次又一次頂住長江嘅激流，之後將幾十噸嘅石頭去推入去個長江嗰度。所以呢個公園呢，就係為咗紀念1997年大江截流同埋2002年渡流明渠截流兩大歷史事件而建嘅。由於園區呢係位於大壩嘅下游啦，所以呢係可以正面咁樣去平視大壩全景嘅絕佳位置啊！等我呢科普一下大家啦。其實三峽工程呢，就係當代中國發展嘅一個縮影啦。佢用咗呢一座大壩呢，去實現咗三大嘅國策啦。佢解決咗長江嘅水患，保住咗千千萬萬人嘅平安。第二就係佢係提供咗巨量嘅電力，驅動咗中國嘅經濟。第三就係通過呢個黃金水道連接咗內陸同埋全世界，所以話呢一項工程呢係完全咁樣展現咗中國點樣去改造山河，然之後造福未來嘅決心同能力啊！去完截流紀念公園，我哋下一個行程就嚟到呢一個185。點解呢一度叫做185呢？其實係指海拔185米。呢度呢，正正就係三峽大壩壩頂嘅高度啦，所以呢，呢一個觀景平台呢，都係因此而名嘅。OK 嚟，我哋咁多位朋友，咁呢，我哋親親翻到我哋架船嗰度，落車嘅時候將自己所有嘅行李物品呢都帶齊晒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嘅話呢，我哋參加咗升船機嘅朋友，參加咗升船機下午活動嘅朋友，麻煩去2樓辦理入住嗰度換你嘅飛，會換到你嘅飛同船卡噶啦嚇。呢一團呢，基本上做完早上嘅行程，每一日都會翻去隻船嗰度食 lunch， 跟住晏晝再出發嘅，所以行程都唔會話太緊湊嘅。下一集嚟到重頭戲，嚟到長江三峽必做嘅一樣嘢就係搭佢哋嘅升船機啊！呢一個係全球規模最大、技術最高嘅船舶電梯，一齊感受一下佢點樣翻越100米嘅大壩。為咗呢一個頭牌視覺，企咗喺船頭2個鐘去影呢條片㗎，大家千祈唔可以錯過啊！之後當然仲會有一啲岸上面嘅行程啦。呢個就係人民幣5蚊雞嘅個背景啦。仲會繼續 show 俾大家睇隻船有啲咩玩，有啲咩正嘢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條頻道啊！下集見啦，拜拜。